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，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。禮拜四凌晨，英聯盃半準決賽會有2場比賽。較早開波嗰場就係曼城主場對賓福特。論實力，雙方差距巨大，而且賓福特近期狀態未如理想，所以今場睇好曼城贏波晉級。先講曼城，佢哋近況大勇，上輪英超就係3-0大炒水晶宮。目前佢哋已經取得各項賽事5連勝。值得一提，嗰場賽事係主帥哥迪奧拿執教曼城以嚟第150場喺英超單場至少入3球兼贏波嘅比賽。佢只係用咗358場就能夠達成呢一個嘅成就，成為最快做到呢一點嘅主帥。球員方面要講夏蘭特，佢上仗係取得梅開二度。今季佢喺聯賽裏邊係入咗17球。自11月以嚟，佢參與嘅入球數就係有8球。今季喺英超參與總入球數就係有20球啦。而佢自加盟曼城以嚟，係出戰168場比賽，一共係入咗147球咁多啊。至於科頓，佢上仗繼續有好表現，近4輪英超場場有波入，一共入6球。佢同夏蘭特一樣，自11月以嚟參與咗8個嘅聯賽入球。講返近期曼城踢英聯盃嘅戰績又係點呢？曼城之前2圈都能夠輕鬆淘汰對手晉級，所以今場面對實力唔算好強嘅賓福特，相信曼城好大機會取勝。陣容方面，史東斯同埋高華石等球員就係因傷要缺陣。另一邊賓福特今季英超踢咗16輪，係取得6勝2和8負，暫時排喺中下游位置，表現唔算理想。上輪英超面對列斯聯，雖然軒達臣為賓福特先開紀錄，但最終都被對手逼和1-1。統計顯示，賓福特今季英超喺領先嘅情況之下，已經失咗13分，係所有球隊之中最多。仲有5分係失俾升班馬。而踢完呢一場之後，賓福特近5仗啦，就只係取得1勝1和3負，同曼城5連勝嚟講啦，近況真係參天共地啦。再嚟要留意就係賓福特今季聯賽作客嘅戰績欠佳，近期8個嘅客場佢哋就輸足7場，所以佢哋要面對主場強勢嘅曼城，估計賓福特應該冇運行啦。人腳方面，卡華路同埋雷斯利爾遜等人有傷在身，無緣隨隊出戰。中意呢條片嘅話呢，就記得俾 like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拜拜。